第二首付預算有10萬蚊左右，希望學得好啲，點樣揀？最近接待咗一位粉絲，佢同我講：麗麗，我想上呢有10萬蚊左右，月供係3000蚊上下都可以接受。買房嘅目的呢係希望並島讀書，因為怕五一塞車，所以提前翻嚟揾我睇房。我哋係一家4口，而家目前有2個小朋友，3房係得，細房亦可以接受。我有個小朋友呢，明年9月份讀小學，另外一個呢就今年而家3歲啦，讀緊幼兒園。咁現在呢，佢哋喺東莞做嘢，每正月嘅月收入大約就係14,000蚊上下。老婆呢係帶住2個小朋友喺身邊嘅。大隻佬呢目前已經在上面東莞讀緊幼兒園，在明年嘅9月份呢就可以上小學噶啦。在上面因為開銷太大咧，所以呢唔打算將佢放在東莞讀小學。目前嚟講有一定嘅積蓄，只係首付唔想俾咁多，因為諗住呢到時候仲要裝修，使一大筆錢。咁由於佢哋對信義目前樓市嘅情況呢唔係好了解，咁呢我就一路先過嚟我哋辦公室，因為我哋辦公室有一個好詳細嘅樓盤佈局圖，我同佢先將佢符合預算嘅樓盤戶型一啲利弊，在辦公室已經講咗，傾咗半個鐘。佢最後呢得出嘅結論就係優先考慮新區，因為佢嘅首付預算才10萬蚊左右，所以我安排佢符合預算嘅樓盤有4個樓盤可以睇嘅，並且呢制定咗睇房嘅路線，當日睇晒。第一個鵬程學府119平方嘅3房，138平方嘅4房，目前呢個樓盤搞活動嘅價格呢係4字開頭，已經有得揀噶啦。揾我嘅話呢，仲可以贈送一個小車位。呢個樓盤目前呢已經係準驗房噶啦，拆開排生咧，最快呢就喺今年嘅10月份就可以交房啦。咁去睇呢個樓盤嘅主要原因呢，係因為呢個樓盤嘅書包係屬於教育城嘅雙書包。第二，時代派園119平方嘅4房，呢個戶型呢係有連廊嘅，136平方嘅4房，呢個樓盤揾我依然有小車位贈送下。呢個樓盤目前有嘅呢係準驗房以及期房。樓盤嘅書包呢係屬於廣外嘅雙書包。第三，敏捷119平方嘅3+1戶型。呢個呢仲有少量嘅現房，都係4樓以下或者30樓以上嘅。如果講想今年年底交房嘅呢，亦有119平方嘅南向4房，以及129平方嘅南北通4房，正喺度拆緊排山吓。第四，東方城108平方至到125平方之間嘅4房嘅戶型，呢個樓盤有現房，呢個樓盤揾我嘅呢，仲有小車位贈送嘅吓。敏捷同埋東方城呢2個樓盤嘅書包呢，都係大3小學同埋大2中學嘅書包。佢睇咗呢幾個樓盤之後，決定翻屋企同屋企人商量一下，第2日再回覆我。到咗第2日，佢同我講想去復睇一下鵬程學府以及時代派園呢2個樓盤。佢話想睇呢2個樓盤嘅主要原因係因為呢2個樓盤目前都有準驗房可以選擇，並且等佢明年小朋友過嚟讀書嘅時候已經係交房咧，並且佢亦有時間裝修好咧。嗱，呢2個樓盤嘅書包資源呢係完全唔同嘅吓。鵬程學府呢係教育城嘅雙書包，時代派園呢係屬於廣外嘅雙書包。我個客戶最終呢就揀咗佢自己想要嘅房啦，因為佢諗到呢就係一個小朋友落課呢係比較方便嘅，周邊嘅配套購物啊等等呢啲嘢成熟咧，亦有公園。如果講係你會點樣揀呢？評論區講我知。我係麗麗，專注地產16年。可以有能力幫你在買房嘅路上做好規劃。如果你需要，咁隨時可以深度聯繫我啦。我哋下期再見。